歡迎你嚟到靜音。有時候我哋會諗，點解愛情總係唔啱時間、唔啱人嘅？但其實靈魂伴侶唔係你要出去揾返嚟嘅，佢係會喺你準備好嗰一刻自然會出現。今次呢段冥想會帶你放低對愛嘅恐懼，清理舊有情感嘅陰影，再重新打開你心入邊嗰道門，迎接真正適合你嘅靈魂共振連結。大家準備好未？而家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或者瞓低都得，輕輕咁眯埋雙眼，同我一齊做呼吸，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咁呼出嚟，讓你個心慢慢咁靜落嚟。喺你心入邊，想象一下你企喺一個寧靜嘅湖邊，湖水好平靜，天空透出一啲柔和嘅粉紅色光。呢個湖就係你自己嘅心世界。有時候湖面會起風，會有波浪，但而家佢好平靜，好誠實咁倒映返你真正嘅樣子。你再慢慢咁走近湖邊，望住水面，你見到過去傷你心嘅人，亦見到你自己曾經唔被珍惜，唔敢表達，唔夠愛自己。而家請你輕輕咁同自己講一句：我原諒你，亦都原諒我自己。我唔再需要留喺過去，我選擇放低。我值得被真誠愛護，被全身接納。湖中泛起一陣光波，你見到有一團好溫暖嘅能量，慢慢咁由好遠嘅地方飄向你身邊。佢冇面孔，但係你感受到好熟悉，好安穩，同震動係相同嘅，就係你嘅靈魂伴侶嘅力量。唔一定係今日，亦都唔一定係聽日，但係佢會喺最啱嘅時候，用最自然、最輕鬆嘅方式出現喺你身邊。而家喺心入邊講出以下嘅肯定句：我打開我嘅心，準備好迎接真誠嘅連結。我值得被愛，唔需要變。當我成為愛，愛就自然嚟到我身邊。而家慢慢咁吸一口氣，感受一下你心輪微微咁發熱，就好似有一朵光之花喺你嘅心上面綻放。你已經唔再係揾緊人填補你嘅缺口，
而係你已經夠豐盛，可以同一個人共同綻放。放低執着，帶住信任，愛會嚟，因為你值得。多謝你今日同我一齊打開內心，吸引屬於你嘅靈魂伴侶。愛會嚟，愛會一直喺你身邊。我哋下次見。多謝你